2026年，香港娛樂圈迎來咗一場備受矚目嘅盛事，資深藝人曾志偉迎來咗佢73歲嘅生日。喺娛樂圈摸爬滾打數十載嘅曾志偉，早已經成為行業內嘅標誌性人物。佢憑住精湛嘅演技、幽默風趣嘅主持風格同埋廣泛嘅社交圈子，喺觀眾心入面留下咗深刻嘅印象。多年來，佢每一年都會以獨特嘅方式慶祝自己嘅生日，而今年嘅生日就更加引人注目，成為咗娛樂圈同慈善界共同關注嘅焦點。近期，曾志偉喺娛樂圈依然十分活躍，雖然年初佢正式辭咗去 TVB 總經理呢個重要職務，但佢嘅影響力絲毫未減。卸任之後嘅佢，看似開始過起咗自由自在嘅享樂生活。呢幾個月嚟，佢四處旅遊，足跡遍佈世界各地。佢曾經喺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喺海邊嘅愜意時光，面朝大海，享受住陽光沙灘，個輕鬆自在嘅樣令到粉絲們紛紛感嘆佢終於可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啦。仲有消息傳出佢喺歐洲某個古老小鎮漫步，感受住當地嘅歷史文化底蘊，沉浸喺藝術嘅氛圍入面。然而，佢並冇因為卸任同享受生活而忘記自己嘅初心同使命。佢深知自己嘅生日唔只係個人嘅慶祝時刻，更加係為佛教事業籌集善款嘅重要時機，所以早早地就開始為呢場特別嘅生日會進行籌備。唔同於往年簡單嘅家庭聚餐或者朋友小聚，曾志偉選擇咗一場規模盛大且意義非凡嘅志同道合慈善素宴2026，作為自己生日嘅慶典。呢唔只係一場生日會，更加係一場融合咗慈善同佛教文化嘅盛會，將娛樂、慈善同宗教完美地結合咗喺一齊。曾志偉嘅生日會歷來都有舉辦素宴嘅傳統，但今年嘅規模尤為宏大，現場直開60多圍，場面蔚為壯觀。每一圍都佈置得精緻典雅，以素食為主嘅美食擺滿咗餐桌，散發住誘人嘅香氣。呢啲素食唔止造型精美，而且味道鮮美，充分展現咗廚師嘅高超技藝。為咗舉辦呢場盛大嘅素宴，曾志偉可謂係煞費苦心，從食材嘅選擇到菜品嘅搭配，都經過咗精心嘅策劃同安排。佢憑住自己喺娛樂圈多年積累嘅人脈，邀請咗好多圈內外嘅知名人士出席，令到現場星光熠熠，熱鬧非凡。好多久冇喺公眾場合露面嘅藝人都紛紛現身，為呢場慈善盛宴增添咗唔少看點。其中最引人注目嘅，莫過於息影多年嘅邱淑貞嘅低調出席。邱淑貞曾經係香港影壇嘅性感女神，佢塑造咗好多經典嘅角色，俾觀眾留下咗深刻嘅印象。然而，近年來佢逐漸淡出咗娛樂圈，好少喺公眾場合露面。此次佢現身曾志偉嘅生日會，無疑成為咗當晚嘅一大亮點。佢唔止現身支持，仲上台同曾志偉一齊聯手拍賣，呢一舉動令到現場嘅氣氛達到咗高潮。喺拍賣過程中，邱淑貞表現得十分專注同認真，佢同曾志偉配合默契，不斷咁同台下嘅嘉賓互動，鼓勵大家積極參與拍賣，為慈善事業貢獻一份力量。講起曾志偉嘅生日會，就唔得唔提佢呢啲年來嘅堅持同奉獻。自多年前信奉佛教以來，曾志偉便將每年嘅生日作為佛教籌集善款嘅重要時機。佢深知佛教嘅慈悲為懷同行善積德嘅理念，希望通過自己嘅行動，為佛教事業嘅發展貢獻一份力量。於是，佢通過舉辦素宴生日會，並在現場進行佛教拍賣會，以拍賣墨寶、舍利子等佛教物品為主，吸引咗好多信徒同愛心人士嘅參與。據悉，佢今年嘅生日宴會一共籌得咗300多萬嘅款項，呢個數字無疑係對佢多年堅持嘅最好肯定。呢啲善款將被用於佛教寺廟嘅修繕、佛教文化嘅傳播以及慈善救助等方面，
為更多需要幫助嘅人帶來溫暖同希望。要舉辦呢樣一場盛大嘅生日拍賣會，自然需要極佳嘅人緣同廣泛嘅交際。從曾志偉能夠席開60圍，請嚟幾百人出席嘅盛況，就唔難睇出佢喺娛樂圈嘅深厚人脈同廣泛影響力。佢為人豪爽、熱情好客，喺娛樂圈中結交咗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無論係老一輩嘅藝人定係新生代嘅明星，都對佢十分敬重同喜愛。而喺呢場生日會上，佢嘅家人都給予咗全力嘅支持。女兒曾寶儀專程從台灣飛返香港，擔任咗當晚嘅司儀。佢繼承咗父親嘅幽默風趣，喺主持過程中妙語連珠，不斷咁逗得現場嘉賓哈哈大笑，為現場增添咗好多歡樂氣氛。兒子曾國祥都上台同姐姐一唱一和，共同恭賀父親嘅壽宴。姐弟倆嘅默契配合，令到現場觀眾感受到咗濃濃嘅親情。佢哋用實際行動表達咗對父親嘅愛同支持。就連平時鮮少露面嘅小兒子曾國佑，都喺大合照嘅時候上台，低調咁企喺邊度。呢一舉動雖然罕見，但都足以睇出佢對父親生日嘅重視。一家人其樂融融嘅場景令人十分感動。除咗家人嘅到場支持，朋友先係曾志偉壽宴嘅主要賓客。曾志偉喺娛樂圈嘅人緣極佳，佢請嚟咗大批圈內藝人捧場。現場就睇到張智霖夫婦、溫碧霞、錢嘉樂、張耀揚、江美儀、葉子楣等好多熟悉嘅面孔。呢啲明星藝人嘅到來，唔止為生日會增添咗星光，都體現咗佢哋對曾志偉嘅深厚情誼。佢哋喺現場同曾志偉親切交談，回憶住過去嘅點點滴滴，分享住彼此嘅快樂同感動。此外，仲有唔少明星藝人嘅媽媽都喺場，比如佘詩曼嘅媽媽、湯盈盈嘅媽媽、古天樂嘅媽媽等。呢啲人都係曾志偉生日會嘅常客，每年都可以睇到佢哋嘅身影。佢哋圍坐喺一齊，傾住家常，氣氛十分融洽。呢亦從側面反映咗曾志偉喺娛樂圈嘅廣泛人脈同好人緣。佢就好似一個大家長咁，將大家聚集喺一齊，共同度過呢個美好嘅時刻。喺生日會現場，曾志偉忙到唔得閒，由於嘉賓太多，佢唔可能一一照顧到，但佢都盡力去陪伴每一位到場嘅嘉賓，同大家合照留念。當晚佢身穿一身黑色嘅中袖薄款西裝外套，顯得精神奕奕，絲毫睇唔出已經73歲嘅高齡。佢喺人群中穿梭自如，同嘉賓們親切互動，時而幽默風趣，逗得大家開懷大笑；時而深情款款，表達對嘉賓們嘅感謝同祝福，令到現場氣氛始終保持住熱烈而溫馨。其中，佢同葉子楣嘅合照尤為引人注目，兩人靠得好近，睇起身曾志偉仲唔如葉子楣高。呢個有趣嘅畫面都被現場嘅攝影師捕捉到咗，成為咗當晚嘅一個小插曲。大家睇住呢張相，紛紛調侃曾志偉，現場充滿咗歡聲笑語。然而，要講當晚最難得嘅嘉賓，還當屬邱淑貞。邱淑貞已經好耐冇參加咁大型嘅壽宴活動啦，佢此次現身完全係為咗俾曾志偉面子。喺交情上，佢同曾志偉確實有着好好嘅關係，兩人相識多年，彼此間有着深厚嘅友誼。佢哋曾經喺多部影視作品中合作過，喺拍攝過程中建立咗深厚嘅感情。而邱淑貞會嚟參加呢場壽宴，仲有一個重要嘅原因就係呢場壽宴慈善拍賣會都係以佛教拍賣會為主。邱淑貞信奉密宗多年，佢一直秉持住行善積德嘅理念，對於呢啲慈善活動自然係身體力行，全力支持。佢希望通過自己嘅參與，能夠為慈善事業貢獻一份力量，幫助更多需要幫助嘅人。邱淑貞當天低調現身生日會現場，佢嘅打扮一如既往咁低調而優雅。
佢着咗一件白色條紋襯衣，外頭搭配咗一件黑色長款風衣，整個人睇起身素雅而唔失時尚感。佢嘅頭髮隨意咁披喺肩上，面上化住淡淡嘅妝容，顯得十分自然大方。雖然已經57歲啦，但佢嘅狀態依然保持得相當唔錯，至少冇變樣，同從前嘅樣貌冇太大差別。歲月似乎並冇喺佢嘅面上留下太多嘅痕跡，佢依然保持住嗰份獨特嘅魅力同氣質。佢嘅出現令到現場嘅嘉賓們眼前一亮，大家紛紛向佢投去讚賞嘅目光。邱淑貞出席曾志偉嘅壽宴之餘，仲罕見地上台參與咗拍賣活動。佢喺現場拍賣大和尚嘅墨寶時，表現得十分專注同認真，每一個細節都處理得恰到好處。佢仔細咁觀察住墨寶嘅不足同韻味，不時咁同台下嘅嘉賓交流自己嘅感受。另外，佢仲同曾志偉聯手拍賣其他嘅佛教物品，兩人配合默契，不斷咁向台下嘅嘉賓介紹物品嘅背景同意義，鼓勵大家積極參與拍賣。最終，佢哋拍出咗45萬嘅價格。呢個數字唔止體現咗拍賣品嘅價值，都反映咗現場嘉賓對慈善事業嘅支持同熱情。邱淑貞許久冇登台啦，面對台下咁多人，或許佢內心都會有些緊張，但佢並冇表現出怯場嘅樣，而係從容不迫咁完成咗自己嘅任務。佢嘅表現贏得咗現場嘉賓嘅陣陣掌聲同讚揚。喺大合照嘅時候，邱淑貞企喺咗曾志偉嘅身後，顯得十分低調，而曾志偉則同密宗師傅捧住白玉觀音，另外仲有其他嘅師傅都喺場。呢個畫面充滿咗佛教文化嘅氛圍，都體現咗曾志偉對佛教嘅虔誠信仰同深厚情感。整個生日會喺溫馨而莊重嘅氛圍中落咗帷幕，但留俾人們嘅回憶卻係深刻而難忘嘅。值得一提嘅係，曾志偉多年前就信奉咗佛教，呢個信仰對佢嘅人生觀同價值觀產生咗深遠嘅影響。佢深知佛教嘅慈悲為懷同行善積德嘅理念，所以佢每年生日前夕都會舉辦數十圍嘅壽宴，為佛教或者重建、修葺唔同嘅寺廟籌款。呢個活動已經成為咗佢生日嘅例行活動，都得到咗圈內外大批人士嘅支持同響應。大家喺趁呢個機會相聚之餘，都能夠做善事、獻愛心，可謂一舉兩得。好多嘉賓表示，能夠參加呢啲活動，唔只能夠同老朋友相聚，都能夠為慈善事業貢獻一份力量，感到非常有意義。回顧曾志偉嘅73歲生日會，我哋不禁為佢嘅堅持同奉獻所感動。佢用自己嘅行動詮釋咗咩係真正嘅慈善同愛心，都為我哋樹立咗一個值得學習嘅榜樣。喺未來嘅日子入面，我哋期待曾志偉能夠繼續保持住呢份熱情同初心，為佛教事業同社會公益事業做出更多嘅貢獻。同時，我哋都祝願佢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順利，繼續喺演藝圈同慈善領域發光發熱，為社會帶來更多嘅正能量。好啦，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感謝大家嘅支持。